继续关心有一个女大学生，伊是指控讲，伫伊17岁的时读高中，互高中一个姓肖的老师，甲伊讨报穿衫的相片。目前，这个老师已经封停1半冬来接受性平的调查。不过，人本基金会是认为讲，教育局和学校爱主动扩大调查。这伫台中某公立高中教册姓肖的男老师被指控，多年前利用学生的信任甲敬慕，甲一个17岁女学生发展私生恋，进而向对方讨无穿衫相片。学校27调开教评会决议，姓肖老师停请6个月，而被害人是希望讲尽快完成性平调查。希望性平会可以做出让他停聘止决议的处分，就是如果是违反相关的教师法的话，应该是可以停聘1到4年左右。被害人讲，伊伫2020年已经对这学校毕业，不过这几年身心承受真大压力，呼吁保护这个姓肖老师成塑料过学生勇敢站出来。学校是表示，这个老师伫事件爆出了后就请假，除了已经请3名委员组成性平会。学校方面也讲，学生若拄到相关的事件，学校也会加速来通报，加申诉停书。可以告知学校的任何一个人员，那我们一旦知悉之后，就会在24小时之内进行相关的社政通报跟行政通报。人本基金会认为，这事件已经明确违反教师的专业伦理，虽然暂时无其他受害者，不过教育局甲学校方面拢应该来启动全面性的调查。那可能也有潜在的受害者，所以呢，扩大调查呢，务必成为我们性平事件的基本的就是 SOP 流程。那学校为了避免该名老师与学生有接触的机会，学校教评会已经依照教师法第22条的规定，给予最重暂时停聘6个月的一个处分。台中市教育局讲，除了继续来注意学校调查的进度，赶紧来调查真相，确定有违法行为就严办。若是因为调查必要，教评会会使依法再延长聘任来调查这个事实的真相。记者综合报道。